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天气的状况。这个寒流减弱了，但是温度咧回是真慢。北部地区也是偏冷，若中南部都要注意日夜温差大。讲后礼拜天气就会大转变，气象署讲后礼拜会明显反温暖反烧热。后礼拜一到拜四，北部甲花莲台东高温会来到23度、24度，南部甚至会飙起哩26度。 毛卫军穿叶袖，帽仔喙暗滴条条，寒流愈来愈弱。不过日夜的温差也是真大。今仔日早起的上低温出现伫咧金门，各地还是普遍有出现大概是12度以下的低温哦。今天的最低温是出现在金门的金城，有7.1度。早起上低温，金门、金城、含连港南间拢干那7点外度，新北石门8.5度，桃园、杨梅含苗栗三湾嘛干那9度左右。若南部是2款情。 伫高雄闹热的市场，叫卖声起起落落，现场的温度和买卖热度同款，烧忽忽。还佫有民众换短裤、短裙，食早顿拍走，提早感受到未来的天气变化。 北部以及花东整个高温的部分，可能都可以来到大概23、24度左右。那南部就稍微高一点，可能也可以来到25、26度左右。夜间的低温的话，大概会出现大概15、16度。气象署提醒，虽然温度要回升啊，不过日夜和南北的温差嘛是爱注意。若拜六礼拜开始受到转东南风影响，水汽增加，北部和东部地区爱另外注意地区性的落雨。出门衫唔免穿伤高，不过爱记得炸雨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